来看行政院通过长期照顾特别的扣除额，明年报所得税有12万的这个扣除额通下来报，但是有排除的条款，若是请外籍看护，或者是送安养中心的这无问题。但是，若是请台湾的看护工，或者是家己的人来照顾的，要申请扣除额，安尼就真麻烦咯。这是引来着家庭照顾团体批评，讲这个卫福部设下严格标准，至少有15万至20万长照的人口，根本这个福利就是看会到，食袂到。 地瓜也不炊饭，那这个我们蒸起来就是它会比较软。吹卵呀，嘿，吹卵。安尼无法啦吼。有啊有啊。平常时食物件上惊啥？上惊讲剥着石头。老大人食物件，上惊去食着定定的，像迄石头安尼，像这吹卵咧，就安尼软软，真好食。新北市政府和老大人甲少年人做伙来煮料理，设计上较适合老大人食的餐点。 但是行政院即马放出这出菜咧，长照特别扣除额，每年申报总所税会当享12万块扣除额，有人恐惊是看会到，食袂到啊！拍算要定排除条款，估计20万长照人口是用袂到，因为长照特别扣除额，啥物人用咧？ 有聘请外籍看护，或者是送安养中心的机构，但是麻烦来啊！领导若是聘请台湾的看护工，或者是家己照顾的家庭，想要享用这长照特别扣除额，必须要用过长照2.0的服务。若是无用过咧，得附上今年度的巴士量表。但是申请的过程相过复杂，归去准拄煞放弃啊！ 照顾者团体嘛，希望会当放宽限制，互大家一个方便。但是卫福部表示，目前并无放宽的打算，所以伫月底进前要申请巴士量表的，要赶紧去办理。